冯轩克孟尝君。战国策。题解：战国时期各国盛行仰视之风，是成为社会上一种特殊势力。最著名的仰视者如齐国孟尝君、赵国平原君、魏国信陵君、楚国春申君，以上号称战国四公子。秦国吕不韦等都广招门客至数千人，极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。本篇所记就是孟尝君礼待食客冯轩，冯轩知恩报答，为孟尝君出谋划策，奔走效劳，使孟尝君既获美名，又得食邑的故事。其中剿命烧债券之举，虽然目的是为孟尝君收买民心，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。关于这则故事，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的记载颇有出入。其人有冯轩者：一、贫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属孟尝君；二、愿寄食门下。孟尝君曰：客何好？曰：客无好也。曰：客何能？曰：客无能也。孟尝君笑而受之曰：诺。左右以君见之也，食以草具。三、居有卿，以助弹其剑，歌曰：长夹归来乎？食无余。左右以告。孟尝君曰：食之，彼门下之余客。四、居有卿，复弹其夹，歌曰：长夹归来乎？出无车。左右皆笑之，以告。孟尝君曰：为之驾彼门下之车客。于是乘其车，接其剑，过其有曰：孟尝君克我。五、后有卿，复弹其剑夹，歌曰：长夹归来乎？吾以为家。左右皆恶之，以为贪而不知足。孟尝君问：冯公有卿乎？对曰：有老母。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，无使罚。于是冯轩不复歌。后孟尝君出计，问门下诸客：谁习忌讳，能为文收则于薛者乎？六、冯轩属曰：能。孟尝君怪之，曰：此谁也？左右曰：乃歌夫长夹归来者也。孟尝君笑曰：客国有能也，吾复之，未尝见也。请而见之，谢曰：闻倦于事，愧于忧。七、而性小于 BZGWGZ 下划线001 BZ 大于8，臣于国家之事，开罪于先生。先生不修，乃有意欲为收则于薛乎？冯轩曰：愿之。于是约车至庄。九、载劝弃而行。十、辞曰：则必收，以何事而返？11、孟尝君曰：是吾家所寡有者。双引号。屈而之薛，使立召诸民当场者，悉来何劝？劝便和，起，剿命以责赐诸民。12、因烧其劝，民称万岁。长驱到齐，臣而求见。孟尝君怪其疾也，衣冠而见之，曰：则必收乎？来何疾也？曰：收必矣。以何事而返？冯轩曰：君云上句点是吾家所寡有者。臣切记，君宫中积珍宝，狗马10外郎，每人充下臣。13、君家所寡有者以异耳，窃以为君是异。孟尝君曰：是异奈何？曰：今君有区区之薛，不抚爱子其民。14、因而假立之。15、臣妾剿君命，以责赐诸民，因烧其劝，民称万岁。乃臣所以为君是义也。孟尝君不说。16、曰：诺，先生休矣。双引号。后其年，齐王谓孟尝君曰：17、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。18、孟尝君救国于薛，未至百里，民扶老西幼，迎君道中。孟尝君故谓冯轩曰：先生所为文士义者，乃今日见之。冯轩曰：狡兔有3窟，仅得免其死耳。今君有1窟，未得高枕而卧也，请为君复凿2窟。孟尝君与车50乘，金500斤，西游于梁。19、谓梁王曰：20、其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，诸侯先迎之者，富而兵强。于是梁王须上位，以故相为上将军，遣使者，黄金1000斤，车100乘，往聘孟尝君。
冯轩先驱借孟尝君曰：千金，重币也；百乘，贤使也。其闻之矣。梁使三反，孟尝君故辞不往也。齐王闻之，君臣恐惧，遣太傅击黄金千斤。21，文车24，符剑1，封书谢孟尝君曰：寡人不降。22，备于宗庙之岁。23，臣于产于之臣，开罪于君，寡人不足为也。愿君顾先王之宗庙，孤反国统万人乎？冯轩借孟尝君曰：愿请先王之祭器，立宗庙于薛。庙成，还报孟尝君曰：三窟已就，君孤高枕为乐矣。孟尝君为相数10年，无先借之祸者。24，冯轩之计也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《战国策》其册4。齐国有个叫冯轩的人，穷得没法养活自己，请人嘱托孟尝君，愿意投奔门下做个食客。孟尝君问他有什么爱好，鬼说他没什么爱好。他有什么才干？他没什么才干。孟尝君笑着收下他说：行啊。手下的人以为孟尝君看不起他，给他吃粗劣的食物。住了一段时间，冯轩靠着主子弹他的剑，唱道：厂长的剑把，咱们回去吧。没鱼吃的啥？底下人报告上去，孟尝君说给他吃鱼，跟中等门客一个样。又住了一段时间，冯轩又弹起他的剑把，唱道：厂长的剑把，咱们回去吧。出外没车驾，底下人都笑话他，又报告上去。孟尝君说给他驾车，跟上等门客一个样。于是他驾着车子，举着剑，到朋友家串门说：孟尝君把我当成上客。后来过了一阵，又弹起他的剑把，唱道：厂长的剑把，咱们回去吧。没法照顾家，底下人都讨厌他了，认为他贪心不知足。孟尝君问冯先生有亲人吗？回答说有个老母亲。孟尝君派人供给冯母吃的用的，不让短缺。于是冯轩不再唱了。后来孟尝君张贴文告征询家里养的众门客，哪一位熟悉会计，能为我到薛邑去收债？冯轩写下名字说：我能。孟尝君惊诧地问：这位是谁？底下人说：就是唱上去点厂长的剑把，咱们回去吧的人啊。孟尝君笑道：这位客人果然是有才干的，我对不起他了，一直没会过他面。请他相见，赔礼说：我所是缠身精疲力倦，忧虑挂心头昏脑胀，个性懦弱，生来笨拙，埋头于国家的事务中，对先生多有得罪。先生不见怪我，竟有意想为我到薛邑去收债吗？冯轩说：愿意。于是套马备车，整理行装，带上债券契约启程了，告辞说：债收完，买些什么回来呢？孟尝君说：看我家缺少的买吧。双引号。冯轩赶着马车到薛邑，叫办事员把该还债的乡民们都召集拢来核对债券。凭证全部对过，冯轩站起来，驾传孟尝君的命令，把欠的债赏赐给众乡民，借此把他们的债券烧了，乡民都呼叫万岁。冯轩一路马不停蹄回到齐都，大清早就求见。孟尝君奇怪他这么快回来，穿衣戴冠接见他，问：债收完了吗？回来得为什么这么快啊？收完了。买些什么回来了？冯轩说：您说上句点看我家缺少的买吧。我暗自考虑，您宫中珍宝成堆，宫外狗马满圈，堂下美人都占满了。您家里缺少的就是义罢了。我私下为您买了义。孟尝君说：买义是怎么回事？冯轩说：现在您有了小小的薛邑，不把乡民当子女般抚爱，相反还要用商人的手段取利于民。我已私自假托您的命令，把债赏赐给乡民们，借此把债券都烧了，乡民都喊万岁。这就是我为您买的义啊。孟尝君不高兴，说：行了，先生算了吧。双引号。
1年后，齐闵王对孟尝君说：“我不敢使用先王的臣子做臣子。”孟尝君于是只好到领地薛邑。他离薛还有100里，乡民们扶着老的，牵着小的，在半路上迎接孟尝君。孟尝君回头对冯轩说：“先生为我买的邑，今天终于看到了。”冯轩说：“狡猾的兔子有3个洞，只能免他一死罢了。现在您只有1个洞，还不能高枕无忧睡大觉。请让我为您再凿2个洞。”孟尝君给了他50套车马，500斤黄金，向西出访，来到魏国，对魏王说：“齐国把大臣孟尝君赶到国外，诸侯谁先迎接他，谁就能国富兵强。”于是魏王空出了相国的位置，把原来的相国调任大将军，派了使者，带着黄金1000斤，车马100套，去呈请孟尝君。冯轩抢先赶着马车回来，告诫孟尝君说：“1000斤黄金是隆重的礼品，100套车马是显贵的使者。”齐王该听说这消息了。魏国的使者往返请了3次，孟尝君坚持辞谢不去。齐王听说，君臣都慌了，派太傅送来黄金1000斤，彩饰文车2辆，马8匹，佩剑1柄，专函向孟尝君谢罪说：“我太不慎重了，遭到祖先降下的灾祸，被拍马奉承的臣子所蒙蔽，得罪了您，我是不值得您来帮助的。希望您看在先王宗庙的份上，能暂且回国来治理万民吗？”冯轩告诫孟尝君说：“希望你向齐王求得先王的祭器，在薛邑建立宗庙。”宗庙筑成，冯轩回报孟尝君说：“3个洞已经凿好，您就此高枕而卧，享受安乐吧。”孟尝君做相国几十年，没遭受一丝半点祸殃，都是冯轩的计谋啊。王维题。注释：1. 冯轩，贺安轩，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，作冯欢。2. 蜀通主丁主求告。孟尝君，姓田，名文。孟尝君为齐号，齐威王之孙，袭其父田婴之封邑于薛，因此又称薛公。关于孟尝，近年出土战国齐陶器，一器刻有制器人籍冠为孟唐，唐长古音通，可知孟尝为艺名，与平原、信陵、春申3公子以地名称君者同例。3. 草具，指粗劣的食物。4. 余刻，原作刻，今从一本增余字，与下文的车刻照应。孟尝君分食刻为上中下3等，下刻注传舍，食菜；中刻注姓舍，食鱼，故又称鱼刻；上刻注代舍，食肉，出有余车，故又称车刻。5. 刻，用作动词。6. 则，辞寨，同寨。薛本为任姓古国，地当今山东滕县南。春秋后期为其破迁至下邳，今江苏邳县西南，俗为其所灭。战国时为其邑。齐闵王3年，封其属田婴于薛。7. 溃，库衣溃，昏乱。8. 诺，纳诺，同诺。9. 约，阐述，这里指把马套上车。10. 劝契，指放债的凭证。劝分为2半，双方各执其一，履行契约时拼而相契合，即下文所说合劝。11. 是，购买。反，同，反。12. 矫命，假托命令。13. 下沉，堂下，台阶之下。14. 辅，同辅。子，用作动词。子其民，视其民为子。15. 甲，鼓鼓，求取。16. 说，同，乐。17. 齐王，指齐闵王田地，依作田岁。18. 先王，指闵王之父宣王田辟羌。19. 梁，即魏国，当时都大梁，今河南开封。20. 梁王，原作惠王，古文官职，已改作梁王。按梁惠王卒于齐威王卒之4年，孟尝君和齐闵王同为齐威王之孙。故此时梁王当是惠王之子或孙。21. 太傅，春秋时晋国始置，其职为辅弼国君。姬，是姬，宋。22. 降，通，降，审慎。23. 被，遭受。
宗庙，古代祭祀祖先的处所，这里戒指祖先。24. 仙戒，戒通戒，仙为草戒，玉系为。触龙说赵太后。战国策。题解：西元前265年，赵惠文王卒，子孝成王新立，由太后掌实权。秦趁机攻赵，连拔3城，赵形势告急。此时只有联齐抗秦，才是上策。本篇写触龙在太后盛怒、坚决拒谏的情况下，先避开矛盾，然后委婉地指出太后对幼子的爱，其实并不是。本篇写触龙在太后盛怒、坚决拒谏的情况下，先避开矛盾，然后委婉地指出太后对幼子的爱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。由于说理透彻，使赵太后改变了原来的固执态度。触龙对王孙、公子们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必将导致近者祸及身，远者及其子孙的警惕之见，至今仍有间接作用。触龙原作触折，史记赵世家作触龙，汉书古今人表也作左师触龙。今本战国策物和龙颜2字，遂成折。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帛书，中有触龙见赵太后章，正作触龙。现据已改正。赵太后新用事：一、秦急攻之，赵氏求救于齐，齐曰：必以长安君为职。2、兵乃出。太后不肯，大臣强谏。太后明谓左右，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职者，老妇必唾其面。双引号。左师触龙颜愿见太后。3. 太后盛气而依之。4. 入而徐趋，止而自谢，曰：老臣病卒，曾不能疾走，不得见久矣，切自述，而恐太后欲体之有所系也。5. 故愿望见太后。太后曰：老妇是辇而行。曰：日食饮得无衰乎？曰：是欲耳。6. 曰：老臣今者殊不欲食，乃自强步，日3、4里，少益其食。7. 何于身也？太后曰：老妇不能。太后之色少解。左师公曰：老臣见习书其8，最少不消。而臣衰，切爱怜之。愿令得补黑衣之术。9. 以为王公。10. 每死以闻。11. 太后曰：敬诺。年几何矣？对曰：15岁矣。虽少，愿即为田沟壑而托之。12. 太后曰：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？对曰：甚于妇人。太后笑曰：妇人亦甚。对曰：老臣妾以为敖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。13. 曰：君过矣，不若长安君之甚。左师公曰：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敖之宋燕后也，持其种为之器。14. 念悲其源也，亦哀之矣。以行，非弗思也，祭祀必助之。注曰：上句点必勿使反。15. 岂非祭久长，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？太后曰：然。左师公曰：近30以前。16. 至于赵之为赵。17. 赵主之子孙侯者，其既有在者乎？曰：无有。曰：唯独赵。18. 诸侯有在者乎？曰：老妇不闻也。此其近者祸及身，远者及其子孙。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？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而侠众气多也。19. 今敖尊长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高于之地，多与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。一旦山陵崩。20.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？老臣以敖为长安君计短也，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。太后曰：诺。自君之所使之。于是为长安君曰：车百乘直于齐，其兵乃出。子亦闻之曰：21. 人主之子也，骨肉之亲也，犹不能事无功之尊，无劳之奉，而守金玉之重也，而况人臣乎？双引号杠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《战国策赵策4》。赵太后新掌权，秦国猛烈进攻赵国。赵国向齐国求救。
齐国说必须用长安君作为人质才出兵。赵太后不同意，大臣极力劝谏。太后明确告诉左右，有再说让长安君做人质的，我老婆子一定朝他的脸吐唾沫。双引号。左师处龙说希望夜见太后，太后怒容满面地等待他。处龙进来后慢步走向太后，到了跟前请罪说，老臣脚有病，已经丧失了快跑的能力，好久没能来夜见了，私下里原谅自己，可是怕太后玉体偶有欠安，所以很想来看看太后。太后说，我老婆子行动全靠手推车。处龙说，每天的饮食该不会减少吧？太后说，就靠喝点粥罢了。处龙说，老臣现在胃口很不好，就自己坚持着不行，每天走3-4里，稍微增进一点食欲，对身体也能有所调剂。太后说，我老婆子可做不到。太后的脸色稍微和缓些了。左师公说，老臣的列子舒淇，年纪最小，不成才。臣子老了，偏偏爱怜他，希望能派他到侍卫队里凑个数，来保卫王宫。所以冒着死罪来禀告您。太后说，一定同意您的。年纪多大了？回答说，15岁了。虽然还小，希望在老臣没死的时候先拜托给太后。太后说，做父亲的也爱怜他的小儿子吗？回答说，比做母亲的更爱。太后笑道，妇道人家特别喜爱小儿子。回答说，老臣个人的看法，老太后爱女儿燕后，要胜过长安君。太后说，您错了，比不上对长安君爱得深。左师公说，父母爱子女，就要为他们考虑得深远一点。老太后送燕后出嫁的时候，抱着她的脚为她哭泣，是想到可怜她要远去，也是够伤心的了。送走以后，并不是不想念她，每逢祭祀一定为她祈祷，祈祷说，上句点一定别让她回来啊。难道不是从长远考虑，希望她有了子孙可以代代相继在燕国为王吗？太后说，是这样。左师公说，从现在往上述3世，到赵氏建立赵国的时候，赵国君主的子孙凡被封侯的，他们的后代还有能继承爵位的吗？太后说，没有。左师公说，不只是赵国，其他诸侯国的子孙有吗？太后说，我老婆子没听说过。左师公说，这是他们近的灾祸及于自身，远的及于他们的子孙。难道是君王的子孙就一定不好吗？地位高人一等却没什么功绩，俸禄特别优厚却未尝有所操劳，而金玉珠宝却拥有很多。现在老太后给长安君以高位，把富裕肥沃的地方封给他，又赐予他大量珍宝，却不曾想到目前使他对国家做出功绩。有朝一日太后100年了，长安君在赵国凭什么使自己安身立足呢？老臣认为老太后为长安君考虑的太短浅了，所以我以为你爱她不如爱燕后。太后说，行啊，任凭你派遣她到什么地方去。于是为长安君套马备车100乘，到齐国去做人质，齐国就出兵了。子义听到这件事说，君王的儿子有着骨肉之亲，尚且不能依靠没功勋的高位，没牢记的俸禄，而占有着金玉珍宝等贵重的东西，更何况做臣子的呢？双引号。王维题。注释：1. 赵太后，赵惠文王威后，赵孝成王之母。用事：执政、当权。2. 长安君，赵太后幼子的封号。指古代诸侯国求助于别国时，每以公子抵押即人质。3. 左师，春秋战国时宋、赵等国官制，有左师、右师为掌实权的执政官。处龙言，原作处折2字，据《史记赵世家》改。4. 1. 辞让，《史记赵世家》1作虚为等待之意。必较胜。5. 系，嬉戏、同戏。有所系，是身体有所不正常的委婉说法。6. 玉，接哈注，周的本字。
7. 齐西氏通氏。8. 见习对自己儿子的谦称。9. 黑衣赵国侍卫所服，用以指代宫廷卫士。10. 公原作官从，史记赵氏家改。11. 没死冒死，陈对君的谦卑用语。12. 田沟或死的比喻说法。自比为贱民奴隶，也死弃尸于溪谷。13. 燕后赵太后之女，远嫁燕国为后。14. 种足根，女嫁成于撵江行，母不忍别，在车下抱其足而泣。15. 反同反，古代诸侯嫁女于他国为后，若非失宠被废，夫死无子，或亡国失位，是不回国的。16. 3世以前，指赵武灵王。孝成王之父为惠文王，惠文王之父为武灵王。17. 赵之为赵，前赵指赵氏，周穆王赐造父以赵成，时有赵氏，后赵指赵国。西元前376年，魏、韩、赵三家灭尽，分其地。赵国有今山西中部、陕西东北角、河北西南部等地。经赵武灵王至惠文王时，疆域又有所扩大。18. 为非。19. 重器指金玉珍宝。20. 山陵玉帝王，此处指赵太后。崩玉帝王死。21. 子义赵国贤人。乐毅报燕王书。战国策。题解：燕王快时，齐闵王因燕乱起兵攻燕，掳掠燕国宝器运回齐国。燕人共立太子平为燕昭王。昭王后礼招聘贤人，用乐毅为上将军，联合五国的军队攻破齐国。闵王死，齐人拥护襄王，乐毅攻举，即没，数年攻不破。燕惠王派齐节待乐毅，乐毅奔赵。齐人大破燕军，杀齐节。燕惠王因而写信给乐毅，乐毅写这信来回答。乐毅针对燕惠王来信中说的“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”，从两方面予以回答：一，写他为了报先王之遇之恩，做了详尽规划，在律军队彻底报了积怨。二，考虑到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终，所以附身全功，以明先王之机，免得理毁辱之非，堕先王之名，从而保留先王之人之名。这第二点正是回答惠王责备自己的弃燕归赵。最后再说明，君子交绝不出恶声，忠臣之去也不结其名。他在回答第二点时只用点而不点破，正是不出恶声，他不必遁逃奔赵，正是不结其名。这封信回答燕惠王的责问，措辞极为婉转得体，又恰到好处地显示出自己的善于谋划、善于用兵，以及善于全身保民。靠君臣之欲来建功立业，是古代不少有才能的人的想望，所以这封信成为历代所传颂的名篇。原文：臣不佞，一不能奉承先王之教，以顺左右之心，恐抵辅职之罪；二以伤先王之名，而又害于足下之意，故遁逃奔赵。自负以不肖之罪，故不敢为辞说。今王使使者数之罪。三，臣恐是欲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续幸臣之礼。四，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。五，故敢以书对。臣闻贤圣之君，不以禄思其亲，功多者受之，不以官随其爱，能当者处之。故察能而受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论行而结交者，立名之士也。臣以所学者观之，先王之举措。六，有高士之心，故嫁结于魏王。七，而以身得察于燕。先王过举，着之乎宾客之中，而立之乎群臣之上，不谋于父兄，而使臣为雅卿。八，臣自以为奉令成教，可以信无罪矣，故受命而不辞。
先王命之曰：我有积怨深怒于其，不量轻弱，而欲以其为事。臣对曰：夫其霸国之于教也，而奏圣之一事也。9. 贤于兵甲，10. 习于战功。王若欲攻之，则必举天下而图之。举天下而图之，莫敬于桀纣矣。11. 且右淮北，宋地，楚魏之所同愿也。12. 赵若许，曰楚魏宋尽力。13. 四国攻之，其可大破也。先王曰：善。臣乃口受令，据符节，南使臣于赵，故反命。14. 起兵随而攻齐。以天之道，先王之灵，河北之地，随先王举而有之于稷上。15. 稷上之君奉令及其，大胜之，轻卒锐兵，长驱治国。16. 齐王逃遁走举。17. 仅以身免。珠玉财宝，车甲珍器，尽收入燕。大吕臣于元婴，故鼎反于立氏，其器设于宁台。18. 季秋之直于问黄。19. 自武伯以来，20. 公未有及先王者也。先王以为窃其志，以臣为不顿命，故列地而封之。21. 使得比乎小国诸侯。臣不宁，自以为奉令成教，可以信无罪矣，故受命而服辞。臣闻贤明之君，功利而不废，故者于春秋。22. 早知之事，明成而不悔，故称于后世。若先王之抱怨血耻，10000城之强国，收800岁之蓄积。23. 其至弃群臣之日，于令赵后嗣之一役，执政任事之臣，所以能循法令，顺数孽者，施及蒙利。24. 皆可以教于后世。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终。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，故吴王远击之于郢。夫差服事也，赐之吃夷而服之将。25. 故吴王夫差不务先论之可以立功，故臣子胥而不悔。子胥不早见主之不同量，故入疆而不改。26. 夫免身权功，以明先王之基者，臣之上计也。离毁入之非。27. 堕先王之名者，臣之所大恐也。临不测之罪，以信为利者，亦之所不敢出也。臣闻古之君子，交绝不出恶声，忠臣之去也，不结其名。28. 臣虽不佞，恕奉教于君子矣。恐是欲者之亲左右之说，而不察疏远之行也，故敢以书报。为君之留意焉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《战国策》。臣不才不